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啦，租攝心理諮詢嘅時間啦。咁今日呢，就我諗今日係11月27號啦。咁琴日係11月26號。我諗好多香港人呢都同我一樣啦，即係都非常之唔開心，因為琴日呢發生咗一件我諗係香港歷史上面最嚴重嘅一場火災啊！到而家咧仲有好多嘅未知之數啊，亦都係仍然咧係處理當中。咁今日咧就特別好想拍翻條片嘅原因係因為我知道啊，亦都收到好多 client 嘅求助，就係話佢哋知道咗呢件事啦，甚至乎睇到新聞見到一啲火災嘅畫面啦，個心都好唔舒服啊，自己嘅情緒咧都好波動。喺社會上面，我亦都知道咧，其實好多人嘅情緒或者精神狀態都因為呢件事受到影響。咁所以好多嘅支援啦，亦都係出咗嚟啦。咁周 Sir 今日咧就想拍翻條片啊，直接去諗咗4個方法，希望去幫助大家。如果因為呢件事而受到情緒困擾嘅話啦，我哋可以點樣做啊？希望可以係直接教大家啊。可能我未必有時間可以聆聽到你嘅聲音，但係希望呢條片都可以幫到你。咁閒話少說啦嚇，因為關於呢場火災嘅事情，我諗大家喺網絡上面有相當之多嘅資訊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喺新聞裏邊去睇到好多嘢，網絡上面有好多嘢，咁都唔係 Joseph 今日想講噶。反而我想講呢4樣嘢。第一點嗱，第一點呢，我哋見到好多畫面係好悲慘，好多嘅家人都問我咁我覺得好心裏邊好唔舒服啦，好心痛啦啊。咁 Joseph 要提醒大家，我哋心痛係正常噶，我哋冇人會即係想見到一啲咁災難嘅即係事情發生啦。咁我哋會好唔開心，好悲傷啊，呢個係事實。不過我哋都要提醒自己，我哋唔好俾自己啦停留得太耐，或者咧係浸沉喺呢一種悲傷嘅感覺裏邊咧係太長嘅時間，可能係15分鐘，可能係30分鐘，可能係1個鐘，但我哋一定要行翻出嚟，將呢一股嘅悲哀、悲傷啦、負面嘅情緒係轉化成為祝福。嗱，我哋記住，我哋轉化成為祝福呢，就係最快嘅方法，將一啲唔關自己事，但係自己又覺得好唔開心嘅事情啦，係轉化成為正面嘅祝福。呢一啲受災者啦，祝福呢一啲呢，可能係即係家人仲喺火場裏邊嘅人啦，祝福呢大埔嘅居民啊，呢樣嘢係佢哋最需要，亦都係我哋最能夠最簡單做得到嘅事情嚟噶。而唔好咧係浸沉喺一個負能量、負面情緒裏邊太耐。嗱，呢個咧係 Joseph 第一點需要提醒大家。更加唔好咧去諗下自己咧有啲咩同佢哋共通點啦，佢失去家人啦，我又失去家人啦，又或者如果我喺佢哋我間屋燒成咁，我又會點呢？嗱，呢啲嘅想像同埋思考係不必要，有機會只會增加你嘅負面情緒。嗱，如果你有諗過嘅係唔緊要嘅，但係千祈唔好俾自己繼續落去。嗱，呢個係 Joseph 咧喺第一點裏邊非常之想係提醒大家，因為我知道好多嘅家人可能佢都有一啲抑鬱嘅傾向或者焦慮嘅傾向，好容易係會聚焦咗喺負面嘅事件裏邊噶。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要有意識地咧去保護自己，並且轉化為正能量，轉化成為祝福，去祝福咧呢啲受災嘅人噶。好啦，第二點我明白啦，特別係琴日啦，我諗喺新聞上面睇到嘅畫面咧都係即係非常之震撼得嚟，係非常之唔開心，亦都陸續有好多消息，例如死亡嘅數字係會增加，都會令到大家覺得呢件事呢係好嚴重啦。嗱，呢個係事實嚟噶。咁但係我哋點樣去避免自己會繼續跌到落去一個負面嘅情緒嘅漩渦裏邊啦？咁我就會建議大家，我哋亦都嘗試將個焦點開始轉移到翻呢件事上面啦，一啲我哋值得感恩嘅事。或者呢係令到我哋感覺到係有一啲嘅正能量同埋有希望嘅事情上面。嗱，唔係冇嗱，每一次發生任何嘅事情，其實我哋都可以尋找到呢一啲值得感恩嘅嘢。例如喺琴日好多消防員去救助，去搜救呢啲可能係失聯咗嘅居民啦。呢啲事情呢，我哋非常非常之感謝，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時火災嘅現場係極度危險。呢個唔係一般嘅火場，
係咪？消防員火災現場去救人，雖然咧佢哋都好有經驗，但係今次你會見到咧，成棟樓燒到咁樣，其實咧係非常之危險。如果有啲咩事啲消防隊要去撤退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啊！唔係話一個單位一個鋪位一間工廠燒着咗，即刻嗰條逃生路線都係好清晰。今次係講緊幾十層樓咁高嘅大廈，仲要側邊幾層大廈都仲係燒緊10幾20隊嘅消防員係尋晚喺層樓仲燒緊，一邊被灌救嘅同時一邊有百幾個消防員係走入火場去拯救。嗱，呢啲呢都係我哋好值得去感恩，好值得去佩服，係咪？好值得去多謝嘅一啲事情。我哋嘗試將啲焦點擺翻喺呢一度。唔止咁今日亦都有好多嘅義工啦，好多嘅街坊啦，幫手咧係捐助咗啲物資甚至乎咧又組成人鏈去運送啲物資，去幫助嗰啲喺庇護中心嘅災民嗱，呢啲畫面呢都係好值得鼓舞，好能夠令我哋知道咧，雖然呢個災難係無情，但係咧喺人間仍然都係有愛。可能呢啲畫面都好耐冇見過，係嘛？大家團結一致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咁但係喺呢個災難發生嘅同時呢，仍然香港人呢仍然都係企出嚟去盡一點嘅勉力。咁當然仲有好多機構，譬如有啲嘅籌款嘅活動啦咁好多嘅支援好多嘅鼓勵，就算只係網上嘅一啲群組一啲影片一啲 Facebook IG 咁樣大家可以嘅都可以去發表下一啲鼓勵嘅信息正能量嘅信息其實呢啲呢都係支援緊受災者有需要幫助嘅人嘅一種方法，亦都係幫助自己從一個負面情緒、一個負面事情當中嘗試走翻出嚟，增添翻一啲正能量嘅方法。好啦。呢兩種咧都係傾向於咧係同個社會啦，同啲災民嘅有關我哋同佢哋有連結係無可厚非，不過我哋盡量去保守自己嘅正能量，希望可以輸送翻多啲正能量去俾需要嘅人呢個係第一、第二點可以做。咁第三點係乜嘢？第三點咧就係去保護翻我哋自己，或者如果我哋真係情緒好激動啦，我哋真係情緒受到困擾，我哋可以點做？咁呢樣就我諗大家絕對唔會陌生，就係去做靜觀咯，或者係做一啲冥想咁靜觀 mindfulness 咧就不嬲都好主張大家做啦，喺好多地方都有得學，係嘛？咁我亦都教過好多我嘅客人或者學員啦係去做。咁靜觀嘅重點就係將注意力咧係專注喺呼吸上面啦。咁專注嘅同時咧，亦都係放鬆自己啦將自己嘅注意力擺翻喺當下。不過就今次嘅事件呢，我會教埋大家多一個方法，就係喺我哋做靜觀同埋冥想嘅時候呢，不妨加入呢係觀想嘅元素。觀想啦，觀係觀察個觀啦，想係想像嘅想，意思就係喺冥想嘅過程，除咗專注呼吸，亦都嘗試咧去幻想一啲畫面出嚟，去想像一啲嘅畫面出嚟。千祈唔係咧係想像嗰啲火災現場嘅畫面我哋去想像下一啲令我哋開心正面能量嘅畫面，我哋祝福災民嘅畫面，例如希望佢哋可以一家團聚啦，希望消防員呢係可以係救到啲受困嘅人，佢哋平安無事啦，逢凶化吉啦，仲有啲受困嘅小動物，希望佢哋都可能匿埋咗啦，可能救熄火種之後可以出翻嚟啦。我哋想象啦，亦都事實呢個都唔係想象消防員救出咗一啲嬰兒添，係咪？你睇下佢哋嘅生命力係幾咁頑強最終都係延續自己嘅生命。我哋可以想象啲老人家亦都平安無事咁行翻出嚟，甚至乎想象佢哋最終可以重建家園可以呢係乜事都冇。我哋喺做觀想、做冥想嘅過程裏邊呢，係加入呢啲想象嘅畫面。另一方面可以平靜自己嘅心情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呢個負能量係減少。另一方面呢啲嘅畫面呢，其實亦都係相當之強大嘅能量，可以變翻我哋頭先所講嘅第一點，變成一啲嘅祝福，去令到希望佢哋真係會發生呢啲我哋所想象嘅美好畫面變成現實。希望可以咧將呢個頻率咧係同頻。當我哋好多人都咁做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發揮到威力。
呢個呢，就係點樣去利用冥想去強化正能量嘅一種方法。好啦，第四種呢就關於自己。我知道睇呢條片嘅朋友或者我自己嘅客人學員，佢哋嘅人生一啲都唔容易嘅，係咪？好多都患有一啲情緒嘅困擾啦，情緒嘅疾病。每日呢都有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咁但係呢件事呢，我相信都好觸動到佢哋嘅心靈，因為我好感恩我大部分嘅客人我嘅學生同埋或者我嘅觀眾呢，都係好善良、好正面，只不過佢哋有時自己都要面對自己嘅人生災難想輕鬆下或者去開心快樂呢，都唔係咁容易，係咪？都需要揾辦法，如果唔係就唔會睇我嘅片我明白嘅。咁喺呢件事上面，第四點係想教大家啲乜嘢呢？就係不妨我哋去試下望一望自己嘅雙手，係感受下自己嘅皮膚係完好，係健康，甚至乎我哋不妨呢試下去做一個深呼吸。喺吸一啖氣嘅時候呢，啲空氣係清新。原來尋日有好多人想吸一口氣都好困難，甚至乎吸啲空氣進入個氣管係會灼傷自己氣管，造成吸入性嘅創傷相當之痛苦喺醫院裏邊。咁當然我要強調Joseph 要強調，我哋唔係去比較邊個痛苦啲唔係話哎呀有啲人痛苦啲咁我就自己就冇咁痛苦啦，係咪咁？唔係咁嘅意思，我哋絕對唔需要比較，因為我從來都主張我哋做人生啦，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災難嘅，有啲係身體上嘅災難，有啲係金錢財富上面嘅災難，有啲係心理上面情緒上面嘅災難啦，每個人都有，我哋唔需要去比較，但係我哋將焦點擺我哋有而又覺得係值得珍惜、值得感恩嘅地方。如果你今日嘅身體係完好嘅，如果今日仲可以吸到一口新鮮嘅空氣，咁呢啲都係值得感恩。我哋不妨試下將焦點擺喺呢度啦，亦都一方面係可以強化自己嘅正能量，係嘛，都可以幫到自己。如果你而家都可能有啲生活上面嘅困境同埋災難嘅，都可以幫到自己係走翻出嚟。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呢係將佢又轉化成為祝福，又去翻我所講嘅第一個動作，係去祝福翻呢係受災嘅居民，希望佢哋盡快係擺脫痛苦，離苦得樂。咁今日呢Joseph呢就即係講咗4種方法，呢4種方法只不過係我琴晚諗出嚟咁所以今日就馬上希望拍條片同大家分享。我唔知 work 唔 work， 但係如果大家而家受住一啲負面情緒，又喺度諗自己到底可以做啲咩呢，不妨試下用我呢4種方法，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嘢，你都可以去為呢個社會啦，為呢啲災民呢係增添一分嘅正面嘅能量。可以嘅話，上網講下啲打氣嘅說話，或者係鼓勵嘅說話呢，一樣係有幫助。咁Joseph今日一條片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